不管工人的死活，把这些人给弄走了，那会让人寒了心的。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，就会非常难了。如今我们宣家的工人这么稳定，那就是因为那么多老师傅和我合作了几十年，那些年轻的工人都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，才让我宣家的宣纸有了上好品质的保证，有口皆碑，经久不衰。卖都卖不出去了，还这么穷讲究？说什么屁话呢？这2年不好，可日子还长着呢嘛。这2年的事不解决，那未来只会更完蛋。爸，你看，这讨论就归讨论是吧？我妈也说，就事论事，咱对事咱不对人。你说，现在就撤火，啊，停工2年，这人都跑了，我也老了，你能替我？这个宣纸啊，国家现在是有规定的。那么多好东西，我要是拍个小视频，绝对会火。你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，你带上我。108道工序呢。别点了，那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，你点了上万个赞，一看不正常。谁说的？我这刚才还有一个人呢。刚才那个人是我。徐阿姨跟我说了比赛后的影响，宣家现在挺难的。你哪天去宣家啊，把阿姨的那些东西多拍一拍，顺便帮她包装一下她的网店。可以呀，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儿吗？包我身上了。是一个好的宣纸。都不看看几点了，还在那儿晃悠，我都快睡着了。现在工资发不出，我看大伙儿的神情不大对头啊。你跟大伙儿打了招呼了吗？打了。小林上次说关于贷款的事儿，你明天去问问他，看我们宣家的条件行不行。说了，人家说行，尽量早点给办。嗯？你知道这个事儿啊？你怎么早不说呢？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？我就想让你着急。我怎么不着急哦？没钱发工资就证明工厂办不下去了，怎么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嘛。那当然，在这个家里，凡是遇到大事难事，都是靠你担着，靠你扛着。哼，知道就好。实际上我还有急的事儿，就是宣言。哎呀，你着他的急干什么呀？我怎么不着急呀？啊，不能再让宣言这么混下去了。你现在就去把宣言给叫起来。现在？啊？对，就现在。快点儿！二妈，这大半夜的就翻什么面了？不能明天早上说啊。就是。哎呦，不是什么大事吧？不知道啊。快，等你呢。爸。好，你坐坐。你们爷儿俩呀，有话好好说，就事儿论事儿，别带情绪啊。
你呢也不小了，自己将来要干什么，怎么干，你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。你不能成天这样就闷在屋子里，你搞得自己像个绣花女一样的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一猜呀，您就说不出来什么好话来。哎，爸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咱们是不是约法三章过？我不招惹您，您呢也不管我的事儿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是吧？事实证明，咱俩相处的挺好的。现在家里呀，遇到了困难，我们全家就应该绑在一块儿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这话没有错吧？也不全对，这厂子啊是你跟我妈在管着呢。说实话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也不想参与。你可是宣家第36代传人呢。那又不是皇位，您非传他干嘛？你说什么？你再给老子说一遍。好话不说第二遍。你这样，你明天到晒场去。不是我没听错吧？你让我去那儿，我能干嘛呀？因为晒场积压了很多的坛皮，现在就老林师傅一个人在的，人家年纪又大了，又干不了什么，而且现在雇人，家里这个情况也不合适。你去帮助老林师傅一块儿把存下的那个皮做成蓼皮，这样在材料方面，不就省了一大块吗？你笑什么？我笑我爸，就是把他儿子认为就是一个苦力，只值1个月3、4千块钱。你跟家里干活还算钱？那不得算算性价比吗？我给你算过啊，比在家强。你在家躺平，一文不值。我那不叫躺平，你那不叫躺平，叫什么？你成天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拿我那些上好的宣纸去做你那些什么玩具，它有用吗？什么玩具？什么玩具？当然有用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儿子做的那叫宣纸文创。上回我把那个小本也给你看了，去年拍卖的时候，那个本子能拍2000多呢，你怎么都忘了呢？说到这儿呢，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谈一谈，就是做生意啊，要讲究本分，要诚信经营。1到6尺的净皮宣，才卖2000块，你那个小本儿啊，才巴掌大，也要卖2000块钱，这合适吗？买卖，有买有卖，对吧？人家有需求，我来提供，我又没强迫卖给人家。做买卖讲究的是什么？诚信经营啊！任何事情我们做起来都要有良心。摸着良心，摸着良心。哎，算了，不聊了啊，爸，不聊了，不吵了。妈，你也别跟我爸讲了，你也讲不通，也讲不明白，对吧？这么晚了，赶紧睡吧，都注意点身体。哎呦，别，儿子，来，坐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别理他，他这辈子除了捞纸什么都不会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跟妈说，妈支持你。等你干出个名堂了，咱给他看看，啊？他不是还病着呢吗？爸，我也不在家里面碍你的眼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就去晒场，随了你的愿。云波，哎，我来看你来了。说的好听，你发配就发配，还来看我来了。云波啊，你看看这有什么活安排我干干？行了，你呀，你想吃吃，想睡睡啊。这儿呢，
没有别人，就咱俩啊。等你爹气儿消了，赶紧回去，该玩就玩啊。不是。哎呀，林伯，你慢点，你慢点下来啊！哎，好。哎呦，慢一点啊！哎，我的妈呀，你这是干什么了？给您拍照啊！别拍我干啥呀？啊，好看。啥好看？林伯老喽，我这张脸你拍出来，没人看。太帅了啊！太帅了！我的妈呀！林伯年轻时候你是没见过，那叫帅呀！我的屁股后边围的都是大辫子的姑娘。林伯，哎，再摆两个 pose。来，我就给你造一下型，好，行吧？哎呦，可以吧？太漂亮了！林伯，忙活什么呢？这不你来了吗？我给你弄点萝卜吃吃啊！别忙活了，别干了，我都安排好了，有送餐的。送餐啊，外卖啊！外卖？别干了啊！哎，这，外卖。哎，辛苦啊！哎，你说你到林伯这儿来了，没吃上我做的饭，反倒还请上我了。孝敬林伯，天经地义。林伯，您在这儿干着又苦又累的活是吧？啊，这一干就是一辈子，替我们宣家守着这晒场。我不孝敬您，我孝敬谁呀？你真是个有心的孩子呀！要不说你们宣家能成事，凡事都替我想在前面。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如此，你爹也如此，到了你这儿还这样，一定能成事。林伯，饭不够的话，这还有啊。然后给您带了瓶好酒，陪您喝一个。我瞅瞅，哎呦，这瓶装的好酒这个香啊！喜欢就行。林伯，问您个事儿啊。我爸妈这一个月给您多少工资啊？除了年节的家用设备，一年也就7万来块钱吧。我爸妈这也太不讲究了，这活又苦又累的，就给您这么点钱，这也太少了吧？那这么着，什么时候你接了班，你给我涨工资？甭等到我接班，林伯，咱俩现在就合作。我不仅给您涨工资，还能让您存下来一点养老金。真有这好事啊？当然有了。这样啊，明天开始，您就听我安排。听你的。来。杨豆，师傅，你这是？您不认得了？我当然认识。来，吃吧。
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炖锅嘛。对呀，我给弄下来了。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，你弄这个干什么？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，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。师傅，我呢是想跟您商量，咱们以后还用这个老石堆行不行？现在的那个是泥糊的，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老石堆好。有区别吗？用了这个老堆窝，就能感受到老祖宗做纸的那份心，就有一份情感夹杂在里边，这才是真正的传承，真正的古法呀。行，想用你就用吧。好嘞，师傅。早点休息。哎，我把它弄干净，我就回去。师傅慢走。好。谢谢师傅。宣家宣纸厂，阿姨，您这个名字首先起的就不对啊，它没有王感。王感啊，我给您改一个啊。最美宣纸厂老板娘，不行不行，这不能这么写啊！怎么不行啊，阿姨？您不是宣纸厂老板娘吗？是啊。对呀，那您不美吗？我那年轻，哎，那也不能这么写啊！真的不能这么写，咱就得这么写。哎呦，这，再给您看看这个简介：千年宣纸，流传千年啊。其实吧，现在很多人他不在乎流传多久。我给您加工一下。好好好。看看，皇帝用的纸，哎，这个说对了啊。过去好几代皇帝都用过我们宣家的纸呢。啊，没错。说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别说谎话。宣叔叔，尤其是做生意的人。放心吧，宣叔叔，这桃子啊肯定不会瞎写的。来，您坐这儿，我是有依据的写。林依然，你坐，我就坐这儿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理他。你要是没事了，你就去休息啊。人家孩子们帮我在网上弄点这个事儿，你看你说三道四。哎呀，说别人家我不管，说到宣家的事儿，那不行。我们宣家和别人家就不一样。是不一样。鸭子死了，嘴硬。桃子，你简介上再加一句，就说宣家第35代传人，只做正宗宣纸。好，你看，人家林依然说话他就靠谱。李建伟，只要说到纸，他看得比天都大，腰都成了那样了，还想着捞纸呢。这宣言不帮忙啊？被他发配到晒场去了。你说说他那个小身板，能干那么重的活啊？这有什么呀？你看人家张度，多晚了，他还在干活，那张度活就不重啊。哎呦，我没说张度不好啊，那人跟人不一样。你儿子他也是有思想、有想法的人，你就应该尊重他嘛。哎呀，好了，叔叔阿姨，咱不吵了啊。那既然宣言都过去了，就让他锻炼锻炼，对吧？哎呦，林姑娘，你可不知道，那晒场的活那得多苦多累。有点苦算什么呀？我们2个人年轻的时候那吃的苦，那算少吗？年轻人吃苦，那是福气。我也觉得年轻人啊，多吃点苦没什么坏处。对，我们吃点苦。好了，阿姨，来继续改，继续改。不理他，不理他。林伯，林伯，哎，你让工人们把脚步都慢一点儿。哦，动作慢一点，还接
实了，每一步都要踏结实了啊！把肌肉给绷紧了。肌肉，挑着担子要有肌肉，这样的质感才够强。肌肉拍出来质感好。哎，对，你看他好，他这个腿迈得好。行了，几位来摄影的？我们看网上推荐打卡地过来的，你这怎么还收费啊？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传承千年的宣纸世家宣家的100年晒场。你们站在那顶上，四周环绕的是绿水青山，啪一出片儿，你站在中间，那不就是仙女下凡吗？行吧，180一场。啊，日场180，早场288，还有黄昏场388。还有这么分的呀？哎呦，是内行人，咱就不说外行话。我跟你们讲，今天的黄昏场已经被几大摄影论坛给包下来了，都抢着出片呢。要不这样吧，给你们一个团购的优惠价，8折的基础上，在3大社交平台发1条视频图文，再减20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？可以，要不然就这样吧。林博，啊，这场结束了，可以休息了。好，哎，休息了，手上活都放下，休息了，咱们下去。哎，坐。累不累？哎，还好了，还好啊，比以前轻巧多了啊。来，尝尝这个，来，尝尝，好吃不？我的妈呀，好吃，好吃。哎，他们山上那些人呢，说陪着我，在上面晒着太阳，图啥呀？图出个图。嗯，林博，我算了一下啊，咱们今天挣了总共有3888。我的个妈呀！多少？3888。这么多呀？多吗？我预估了一下，我1个月可以把营业额做到20万左右，2个月就能翻番，你信不信？20万。林博，那这1000块钱是给您的。不行，太多了。这个都不要那么多，太多。收着。我说了，给您涨工资，还得给您留点养老钱呢。哎，你是个好孩子呀，不行，我这个心里还是不踏实。咋了？那上面的活谁干啊？您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哎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这儿。陈总啊，人都安排好了，10个人，1个人1天200，保证今天干完。你把车开到那边厂房去，一会儿呢，等着林师傅给你们安排活。好嘞，辛苦了啊！哎，你是说他们干？哎呀，行啊，你脑瓜子灵光，可是比你爸强多了。我爸他那个死脑筋，只认他那死理儿。宁博，咱说的这个道理啊，怎么赚钱不是赚的，对吗？那非得是苦哈哈赚那个挣命的钱，就不能干点轻巧的活啊，挣点大钱。你爸呀，你爸是做人做事，就是遵循着老祖宗留下的那些道理，没错。那老祖宗是没有当下这个条件，要有这个条件，还能轮得到我来做这个事儿啊？你说的也是啊，你说人，谁跟钱有仇呢？没错，是吧？不是，明白？这样咱们说好了啊，这件事情，咱们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让他们苦哈哈的去捞纸去，咱们就在这儿，哐哐的数钱。你的意思是这个事情不能说出去？哦，悄悄的，悄悄的。好。哎呀，
痛快啊！好久没这么干了，哈哈。廖主任啊，你可真厉害啊！我呀，也是庄稼人出身，从小家里穷，8岁就下田了，哈哈哈。林然，哎，你过来，你看啊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做宣纸用的沙田稻草。这种沙田稻的草杆有多长？纤维组织，有强度，出浆率高，用我们本地的沙田土、山泉水，才能种得出这么好的沙田稻啊！外国人拿回去原样试种，结果是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啊！所以啊，只有咱们金县的宣纸才称得上人类非遗。哎呀，这个话说的没错，但是啊，不准确。来，大家听一下咱们大专家廖主任的标准答案。对，给我们讲讲呗。好，那我就讲2句啊。同志们，宣纸啊，作为地理标志，保护产品，国家的标准明确定义为，只有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、沙田稻草，在泾县范围内，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，才能称之为宣纸。好，说得好。同志们，咱们加把劲儿，把这一片干掉！好，加油！你说，你们都来帮我干活，哎呦，我这心里啊……奶奶，你儿孙都不在身边，咱们就都是你的亲人，以后大事小活找我们就对了。可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。哎呀，想感谢还不容易啊！你们呀都会唱山歌，唱几句山歌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。好，好。叫声郎哥你听真，要听呀真。俺家住在邻里村，邻里村，屋后有棵大梨树，大梨树，园里有棵葡萄。今天感觉这个廖主任又不坏了。他不坏，是迂腐。迂腐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，他都奔5的人了，还什么事都较真劲得罪人，提起工作来口若悬河，一节一堆，担子真给他，他又拎不起来，哪个领导不头疼啊？哎，你等会儿。宣家晒场是不是在这附近山上啊？干嘛去啊？宣家用公司外贷款，宣言是股东之一，我得找他签个字。去看看也行，我还真想看看这纸2代公子哥是怎么吃苦受累的。买点东西吧，算慰问一下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心疼人了？不是我，是他妈妈。哎，你等会儿我。你慢点啊。好。来，各位亲爱的少友们注意一下啊！今天我们将举办晒场第1届摄影大赛，能够获得前3名的，可以得到由我们提供的年度、季度、月度的会员卡，还有烧烤、饮料、小啤酒。哎，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，记录美好时光。多少钱一位啊？呀，我们是会员制的，美女愿意出镜的话，可以免费。轩辕，依然给你买的。还给我带东西了。你这挺厉害呀，一转眼晒场变网红打卡点了。闲着没事搞点副业，喝点什么？果汁吧。你呢？都行。哎，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？不仅是摄影，还有舞蹈机构、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。下周中就安排了2天儿童的研习课，从砍檀树、剥檀皮到浆料晾晒。你们是不知道，现在这家长啊，特别喜欢让小孩干活，那报名都报疯了。你这涉猎范围不但广，情绪价值还拉满了，怎么想到的？我这叫做
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可能，用会员制筛选出不同的用户族群，再根据不同的用户族群针对性的制定有趣好玩的活动计划，提升客户粘性。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，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。你爸妈本来还担心你来这儿呢，我看啊，白担心。我有脑子，能想办法，我干嘛还要没苦硬吃，自讨苦吃？我这不有病吗？行了，讨的东西送完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你不是来找轩辕签字的吗？对，我把正事儿给报。哎，你爸妈正在申请免息贷款，你是股东，所以你需要签个字。免息贷款？我呢，承认你有才啊，我可能话说多了，但我还是想劝劝你。你爸妈现在操持你们家的家业挺不容易的，我其实都挺替他们着急的。但是你作为他们的儿子，我觉得你有责任，需要去承担你们家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的责任。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想看到的。不是，你来告诉我什么叫传承啊？挑着担子上山干活去就叫传承吗？就算是这样，我也得吃饱饭吧。工人们月了就等着拿工资呢，原材料到日子就得结账，少1分钱你试试看。今天你给他们办免息贷款，你想过将来他们拿什么还吗？贷款合同上的抵押物是我家的老宅，你知道吗？弄不好啊，这就是在给他们挖坑。小林啊，这个材料都拿给你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，你再跟我要。行，哦，阿姨，下午的时候我带您把您需要本人出面的都给您办完了啊。好好好，来，没事，我看一下啊。我们现在这个轩家，近段时间是有点不太顺，不过呢，轩家呀风风雨雨经历多了，这不算什么。你们只管干活，这工钱啊，绝不会少大伙儿1分钱的。哎，我有事儿啊，一直想说没说。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，要不然咱就歇2天。反正大家伙都是老熟人了，都能理解是吧？哎。能理解归能理解，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呢，我都非常清楚。你比如说老胡和苏兰这2口子，他孩子上大学，那是要花销的。另外，他们在县城那房子是贷了款的，这个贷款他晚1天都不行的。哎呀，我们没事，你不要担心我们。还有老叶，他媳妇在上海给人家当保姆，一家3口都想办法凑钱。给马杆要办彩礼，你说，这要没活干，那不就喝西北风了吗？怎么会喝西北风呢？我跟老胡我们2口子啊，到哪里都饿不死的。我跟老叶、小满我们都商量好了，最近先找别的事干，能减点是一点呐。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了，我们随时回来的。对，是啊，老轩，轩家什么时候需要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。我们呢？不管走到哪儿，都是轩家的人。对。你们说这些话，让我心里哎，不过还不到那时候呢。小林不是在帮咱们搞贷款吗？哎呦，轩师傅，你就不要硬挺着啦。还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呢，该干活干活啊。还接着捞纸？嘿，你不捞纸，那我们就真喝西北风了。好。师娘，你们啊，把老宅那儿腾出来给我住，我吃呢也都在厂子里，不花什么钱。以后啊，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。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，不让我交学费，我已经是赚了。还有啊，我这儿有5万块钱，想帮着您一起凑一凑。没事，不能要。您拿。你这傻孩子，收起来。你听我说啊，让你住在我们家，那我们愿意。你就好好的学手艺，你把纸做好了，你师傅比什么都高兴啊！听我的，收起来啊！能帮上点是点，师娘。不行，你记住了，轩家从来不欠工人的钱，也不能收你的这个钱，你把它拿起来啊！师傅，
我知道咱们厂子遇到难了，但是我相信，就大家一起扛一扛，这个坎肯定能过去。哎，这宣言挣那么多，他就不能掏点钱发工资吗？桃子，宣言自己那山沟沟里头拿什么挣钱呀？阿姨，您不知道，宣言呀把晒场包装成了摄影打卡地，老林师傅当模特，那老挣钱了。什么卡？摄影、拍照、打卡，挣钱，还挣钱？笑一下，我拍一张。哎，好嘞，可以，这就是劳动人民，天哪，这个汗水。我的天哪，这小兔崽子！你还在这躺着？爸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你先把这凳子放下，不是放下！你别，你听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但你先别气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哎，爸，有话我要说。不是，哎，你下死手啊你！我打死你！你个狗！小张手，大张跑！哎，小张手，大张走，那才叫笑！你不我不怪你，你滚啊！你打死我有个事你！哎。老薛，别拍了，还拍了，打架不许拍！老薛，别真打！这样，老薛，别打呀！你别跟住！哎，不是，打死也没有用！老薛，不敢真打呀，不敢真打，吓唬就行了。林哥救我！哎呀，林哥，别打，别真打，没人打。哎，老薛，吓唬就行了，不敢真，你来打我，要不？不是，我问你啊，爸，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？你再把自己气着。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，那我挣钱为了谁啊？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？我一个星期我挣了3万块钱，1个月下来少说10来万，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了这么多钱啊？放你狗屁！你把祖宗卖了，你说能值多少钱？不是林博，你看他又把祖宗给拉出来，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？我就问你，这钱赚到手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打死！哎呀，老薛，赖我！老薛，你真心，这事儿都是为了我孩子。在他的心里，哪还有宣家的祖业？在他的眼里，他只有钱。活儿我也干了呀，这批料我没晒吗？对啊，你看看，你自己看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晒的皮料。晒皮料讲究的是什么？我没告诉过你吗？2根不搭边，石头不见天儿。哟，见了鬼了！你还能记得住？通风透光才能晒出好皮料。你晒的这是什么？你看看，全都沤坏了。8个月之后，这全都是一堆废料。你还能晒出好皮料，造出好纸？你们看看老李，你可找的这些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在我这皮料上踩来踩去的，你看不见吗？别踩那上面。老李，他不懂啊，你是明白的噻。老薛，是我不好。这个造纸跟做人一样，108道，道道不能饶。可是在你呢，啊，你眼里只有那个快钱，把宣家的这个声誉，还有造纸人的良心，你全都踩在脚底下去了。你赶快把这些全部给我轰走，还有那小院里面那个什么喇叭，全部给我撤了。你要不听话，我饶不了你。别生气了，老薛，这事儿都赖我啊。
你爸的话说的有道理，这事都怪林伯不好啊。没有，林伯，对不起啊，这事不怪您，怪我。别照了，还照呢？记住啊，这个1连水靠身，2连水破心。这手感呢，和这个心上的功夫有微妙之处。手感呢要多练，心上的功夫呢要多悟。明白了，叶师傅。哟，手磨破了。没事儿。哎，捞纸这个行当啊，靠的呀，是一年一年慢慢磨出来的，这着急可不行啊。我来的晚，想要好，就得多练了。哎，叶师傅，这手泡烂了，抹什么药好用啊？用什么药都不行，可丽松试试。师傅，我看看。你这2天别下水了，他刚才说的对，什么药都不管用，歇2天就好了。谢谢师傅。哎呦，你拿梯子干什么去啊？这么大岁数，腰又不好，让年轻人干呗。换个灯泡就习惯了。妈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呀，忙啥呢？我帮你啊。不用，又给我做好吃的呢。哎妈，妈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轩辕，这阵子你跟张度先住在老宅吧。哎呀，你爸那个脾气倔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你别搭理他。还有，厂子最近你就别去了。哎呦，反正你说过，你俩水火不容。行，挺好。我呀，也清静清静。你要穿的、要用的，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。有什么不够的，你再打电话，我给你送过去啊。哎，行。哎妈，我屋里那些东西，回头我给你一块打包送过去。哎，就知道我妈最懂我了。哎妈，哎，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对了妈，我呢在晒场啊，赚了3万块钱，我都放在了一张银行卡里。这密码是你的生日，我一会儿给你。这么多呀？不多，这要时间再长点，能挣得更多。虽然这钱顶不了大事儿，但总能应个急吧。不用，你留着吧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哎呀，行。哎妈，哎呦，儿子，真的不用，你自己留着。妈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妈，收着收着，拿着妈，我这给你的，你可别跟我爸说，他愿意着急，他着急去。你们也跟着着急上火就成了。行，我给你留着，过去了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别熬夜。知道了，妈。走了，拜拜。自从我们上次抓了2个偷拍黑水的，现在是没人敢了。全镇上上下下大小有上百个宣纸厂，能做到零排放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有不少小厂啊，上不起环保设备。我和肖会长联系红星厂，把小厂泡炭皮的黑水收集起来，再送到红星厂进行污水处理，给小厂减轻了不少压力。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，不过默默无闻不代表没人看见。百姓心里有数，上级心里也有数。不是您这点我呢？很多事情啊，你要自己悟。你争取进步，这个想法是好的，不过不能操之过急啊。
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行了吗？廖主任是在给你传授人生经验呢，听得懂的人才有步，你呀连半步都没有。你就向廖主任学习学习，走出半步去。蒋总，领导也在，来送礼了，哈哈，看来最近的生意做得不错呀。你别喊上我了啊，我都被开除了，没饭吃了，政府给发钱吗？哎，你的狗嘴吐出象牙了。最近啊，我们镇上做了一个视频号，专门为我们的宣纸做推广宣传，你关注了没有？哦，有几个粉丝啊？一个手能数过来吗？二胡，哎呀，都网络时代了，你不能后知后觉呀。来，我给你看看咱们的视频号啊。二虎，你跟廖主任好好学习学习啊。叶，我听说你最近在给轩家办贷款啊，办下来了吧？办完了。这次指望大赛对轩家冲击挺大的，不能开源的话，光贷款又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们也想帮许阿姨把电商直播给做起来，但是阿姨实在是太忙了，一天直播不了几个小时的，连平台要求的时间都达不到。我师娘最辛苦了，一个人要负责剪纸、销售、财务，还要给那么多人做饭、打扫卫生什么。哎，你能不能帮我私下跟师娘商量商量？我那儿有些订单给他们做，虽然利润不大，但是至少能保住人员工资什么的。那你让轩爷去说不就行吗？不行，我不能让我师傅知道我跟轩爷私下捣鼓事儿啊。这肖会长这么仗义呢？你这话说……哎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如果轩爷不行的话，我肯定更不行。哎，你把他捧得太高了吧？啊，怎么，没他还不行了？哎呦，就把猛妈跟我师娘好好商量商量，好吗？我试试。谢谢谢谢。等等！来了！哎呦，我以为你没在家呢。哟，刚才在忙，没听见。哎，帮我卸个箱子。卸箱子？箱子里什么呀？哎，到你这住几天？住我这儿啊？我住哪个房间？那只能委屈你住客房了。行，有地儿睡就行。来，我帮你吧。谢谢啊。哎呀，还是这儿的空气好啊。哟，这小地儿被你弄得挺别致啊！早知道我就早点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了。你要是早点跟我说，我就给你收拾得更好了。这本来就是轩家老宅，你才是正主，想什么时候来都行。哎呀，我呀才是个过客。人生如逆旅啊，谁还不是个过客呢？人生聚散本来就是缘起缘灭，缘起则聚，缘尽则散。哎，这是陈叔的画吧？清代第一女画家。你这修复工艺可以啊，你不赖呀。哎，不能动啊！怎么了？这有什么说法吗？这是你家没错，不过这很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，所以你要碰我的东西得经过我的同意，这没毛病吧？没毛病啊，那我能不能？你住在这儿呢，我没有其他什么要求，就是尊重彼此的空间。哎，你修复一幅字画能给你多少钱？这个说不好，有的时候多，有的时候没钱，反正大家看着给呗。还有白干的时候呢。很多的字画都是公家单位的，那单位没有字画的修复预算，不修复就可惜了。你这情怀呀，是真没谁呀。晚上吃什么？我过午不食。你过午不食，我得吃吧。会做饭吗？会一点。给我做点。我没时间，你自己叫外卖吧。哎，你这人啊。贷款出来的那50万，还了10几万的材料钱，再交了水电费，下个月工人的工资
勉强是够了。没有稳定进项的话，这么撑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过一天算一天，等哪天真说是撑不下去了，我也就解脱了。来，进来吧，姑娘。哎，哎呦妈呀，这么乱呀！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阿姨，这些文创产品都是宣纸啊？是，都是宣纸的。其实，宣言对宣纸挺有感情的。这些宣纸油画还有水粉，都是宣言画的？当然了，这些画呀，好多都是去外国展览过呢。我是真没想到他画的这么好。哎呀，那你是不知道了，他师傅厉害呀，江自流。那个人，你别看他牛哄哄的，有点不大讨人喜欢是吧？但是画的是真好。他对宣言也是特别好，就跟亲儿子一样。两个人聊起宣纸，聊起画，那一宿一宿的。是，能想象出来。但你宣叔说了，两个不正经。哎，其实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完全可以留在北京，那北京有大公司想要他呢。他师傅也想让他留在北京，我也跟他说了，你别老想着你爸你妈，你要想自己的发展。他非不听。现在看啊，也不知道这一步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。姑娘，你说句实话，就这东西，有人买吗？那要看他怎么卖了。反正我是挺喜欢的，而且啊，现在年轻人买东西其实不是为了有用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情绪价值，这个很重要。情绪价值？哎呀，我们不懂，我们年龄大了，随他去吧，让他折腾吧。阿姨，肖会长找我了，说他那边的手工纸订单忙不过来了，想分一部分啊给你们家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替我谢谢他。阿姨，这个，哦，那个呀，要扔的你给我。不，这个能不能留给我呀？你要啊？你要不嫌弃你就拿着吧。谢谢阿姨。我不管他了，都放在一块儿。这些呀，都是以正宗宣纸为基础，用名家复刻出来的千百年前画作创作时所用的矿物颜料，再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激光彩印进行绘制。肉眼欣赏的话呢，是几乎毫无差别的。再看这里，这是我们线装书的装订流程。这些图片都是咱们车间啊？是的，都是实拍。我们大雅斋还原样复刻了上千种古籍，100%的宣纸制作。历史上的古籍善本呢，流传到今天，延续了中华的文明和文化。我们再用纸寿千年的宣纸，让它得以流传下去。这边就是古籍版式的示例了。哦，还有这儿，这是我们新设计的用来装古籍的装具。这里啊，我们还复刻了一整套的永乐大典。这个就是大雅斋最牛的镇馆之宝《四库全书》，3万多册原版复刻。这边请。古法宣纸制作，全放在香樟木的大柜子里，一排一排的，那个才是最稳定的存在。里边还有呢，我们可以到里面去参观。哦，这边请。这个本子可不简单，
你们看啊，这个本的封面它是用4层宣纸的硬表封面，龟甲式线装，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，说明这个人他非常的懂。但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不拘泥于古法，这里，他在这些装帧配色上面进行了大胆的微调，所有的地方既源于古法又不失创新，所以这样做出来的本子，它的整体质感就会显得非常的时尚和高级。哇，这么一说还真是哎。我们只是觉得好看，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门道呢。于无声处听惊雷，于细微之处见功夫。谁做的？哦，宣言，宣永年的儿子。哦，你们拿这个本子来找我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想请您打几个样，我觉得这种本子应该蛮有市场的，想试一下。你找对人了，就这样的本子，如果你们想要批量生产，还要复刻原版的品质，别说桃花镇，全中国不超过10家。哎，那是这种有难度的，你找欣姐当然就对了。但是这费用高不高啊？如果未来有订单量的话，成本我想控制在20多块钱。这样吧，你们把这笔业务交给我们来做，至于打样的成本嘛，我承担。还是辛总爽快。那以后有订单我还找您。这个本子它是有原创设计价值在的，所以你要再找一趟这个宣言，要拿他的授权。这个没问题。我本来做这件事的目的呢，也是为了帮助宣家。毕竟指王大赛那件事你也知道，对宣家的影响挺大的。而且宣家是国家非遗传承人，那我们政府就应该帮助支持嘛。你是想说，如果未来订单上了量的话，我要用宣家的纸？没问题。宣永年是我们董事长非常敬重的人，只要你的客户能够承受预算，首选宣家。谢谢欣姐，谢谢欣姐。哇，这个树真大啊！师傅跟我说，这棵青檀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300多年。哇，张总，你这些老古董得不少年头了吧？还好吧，都有一些年头。这个解放前的，100年左右。天哪，你这小人也太仙了，真不错。哦，宣言在吗？哦，他还在睡觉呢。这个点还睡觉呢？他说这是他的养生秘籍。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晚上宣言在这儿招待了几个朋友，我现在收拾你们先坐，你们先坐。哎呦，这么舒服的院子被他折腾成这样，这有点……我先给你们煮个水啊。这宣言居然拿我的铁壶煮黄酒，我这个壶养了1年半了，这全毁了呀！我得赶紧去洗一下。我没事没事，真不喝不喝。不是你们喝不喝？如果我不清洗一下的话，这壶就毁了。那个桃子，你去洗一下，快快快！对，我去，你们聊事情。你洗干净啊！哎，放心吧。这样的人还会养生呢，真是没想到。哎，那个上回采访你的事还记得吧？啊，你不是说你画过壁画吗？然后还做过古法修复啊？就是因为想做最纯正的古法宣纸，所以才跟着宣师傅学捞纸，对吧？啊，对啊。那我还能继续采访你吗？啊，可以啊，荣幸之至。来，坐。啊，那可能就有点冒昧了。您说你一直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但是又不赚钱，那你靠什么生活呀？我觉得，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其实是很少很少的。是有道理，但是这做起来很难嘛。为什么一个人
只是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，却很难。你有想过吗？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活着，有很多不得不的选择。所以我才佩服你嘛。许多的不得不都是基于善良。我们活着，总是在为别人的高兴，为了责任，而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，去委曲求全，却唯独忘了要善待自己。这不是自由。说得对。哎呦，我时间不多了。那个轩辕在哪间啊？就住这儿。就这儿啊？轩辕，林然来找你了，等你半天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我去叫就行，谢谢。那我去看看我的壶，你们先聊啊。轩辕，哎，轩辕，哎，我有事跟你聊一下，你快点。现在吗？啊，现在啊。你等我穿上衣服再聊不成吗？行，不重要啊。你是不是做过一个宣纸的本子？你记得吧？啊。我找大雅斋打了几个样，然后想做一下市场。当然了啊，如果有订单的话，大雅斋来承接业务，用你家的纸。具体的销售分配呢，由你们来聊，好吧？然后现在书记、镇长都已经去做推广了，所以现在需要你来授权，因为这个是你的原创设计，明白了吗？来签字。不是，你等会儿啊，我捋一下啊。就是你拿我的设计跟大雅斋去聊业务，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？你征求过我的同意吗？现在不就在征求你的意见吗？你这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吗？你这是通知我。不是，你一个男的怎么这么矫情啊？赶紧！我矫情？你说我矫情？你从进屋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开始，你对我有过一丝一毫的尊重吗？我怎么没尊重你啊？你尊重我，你尊重我，我现在，我连裤子我都没穿上呢，哎。时间确实有点紧，你理解一下，好吧？我签个字我就走了。理解，这样我请你出去，我谢谢你帮我把门带上，好吗？这样，我跟你道歉行不行？你签个字我就能走。你出去，我好好跟你聊。真矫情。